白慧，红梅姐，哎，你过来一下。那个，我想问你个事儿。你说，我是进了医保小组了，可是怎么把杜芳给除名了？杜芳除名了啊？那可能是厂医院的决定吧。我就是觉得大家都是同事，低头不见抬头见的，我也不知道怎么面对他。知错能改还是好同志，以后只要他好好表现，还是有机会的。你别多想。嗯，好，我知道了。哎，你能跟我来一下吗？怎么了？你先去病房吧。哎，好。本子都拿反了。犯错误了吧？我你是护士啊，人只要在病床上，对你们来讲就只能有一个身份，就是患者。至于他是特务还是什么的，那是我们的事情。我你叫什么名字？公安同志，我知道错了，我这错就改还不行吗？哎，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就是想了解一下你的名字。我叫骆珊珊，你能不能别和葛主任说呀？我现在就去擦。骆珊珊。干什么呀？怎么还弄这儿来了？神神秘秘的。我是想感谢你，感谢你救了我和我爸。我是公安，这是我本职工作。再说了，其实这次抓捕行动并不成功，我让你和你爸都陷入危险之中，是我不对。哎，没有，你千万别这么说。我当时觉得你特别勇敢，我腿都吓软了，你一点都不害怕。你这话说的，那我给别人打针，我还腿软呢。这叫术业有专攻。你拉我来就说这事儿。我想送你一个礼物，你把手伸出来。啥礼物？这是金红石手串。金什么石？金红石。这挺贵重的吧？我不能收。哎，我不贵重，它就是一块普通的石头，是我爸前几年上东山采药的时候捡的，后来找了一个石匠师傅打磨的。那你爸送你的，我更不能要了。红梅姐，你就带上吧，你听我的，你是收下吧。不是，红梅姐，你这么说。我是一个孤儿，你知道的，我爸是养父，我从小就是一个人孤苦伶仃的。我想让你当姐姐，可以吗？你不是一直叫我红梅姐吗？你有困难我一定会帮你，你这不用认。我想让你当亲姐姐，行不？姐妹之间还有什么亲不亲的？那你是答应了，姐。弄得这么正式，妹。哎，对了，我还真有个事儿，得让你帮帮我。你说。你看，现在这个特务啊，他一直不行，这大家心里都着急。你爸呢，医术那么高超，你跟他说说，让他给他弄醒呗。这个我还真不知道，但是我努力，我回去就跟他说。行。哎，你叫我搁这儿不行吗？好，来这儿，就这儿。这样会不会太低了？再高就得上山了。走，回屋试试。行，我先把这线顺一下。来，陆生，来给。
这种矿石收音机虽然便捷，不用插电，但声音特别小，不仅要有长天线，还得有地线。哎，你们部门就不能给你们配一个半导体吗？半导体是半导体，这种小东西有它的独到用处。什么意思啊？很多特务呢，就是用它对无线电信息进行监控。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，二战的时候，外国潜艇通讯，山本56在太平洋上的通讯，都是被这种小东西监听过，泄露了无数的战场信息。而且这种小东西没有震荡器，很难被监听到频率，相当隐蔽。所以我们反过来想，如果敌人是通过接收电波传递情报的话，我们就有可能听到，对不对？当然了，密码破译呢，就是另一个问题了。懂得还挺多呀。哎，我们这也是刚入门，还是需要学习。还真响了，来，你听听。回来了。爸，哎呦，爸，嗯，你那伤怎么样？好点没？我给你涂点药吧。行了，还能等你吗？嗯，爸爸呀，还没到手脚不听使唤的地步。什么事儿这么高兴，又唱又跳的？我今天认了一个好姐姐，嗯，谁呀？红梅姐。哎呀，小辉呀，你这叫没病啊！找罐儿吧，没事找事。怎么了？红梅姐人挺好的，你以后就知道了吧？爸，问你个事儿，说吧。你说这人脑子受伤了，一直昏迷不醒，有什么办法能让他醒过来？没办法，我多烦着。不是爸，你都没想呢，你就没办法呀？你以为爸爸不知道吗？啊，是不是那个特务的事儿啊？上次发生的事情你都忘了，好了伤疤忘了疼啊！这种事儿啊，少管啊！你站住！怎么着？哎呀，爸，两码事儿。哦，这对红梅姐很重要，你就帮帮她。没办法。不可能，打我记事起就没有你治不好的病。行了行了，不要给爸爸戴高帽了。真的？没办法，我去做饭。那我不吃了。哟，这学会威胁爸爸了呗？爸，这件事对我也很重要，你就说你治不治吧。哎呦，傻孩子，这事儿不是那么简单，这是人的脑瓜子，你这万一治不好怎么办呢？那万一治好了呢？万一哪有那么多万一呀？你以为你爸是1万个里边那一个啊？是，你是那10万个里面那一个。哟，行了，你去治吧啊！爸爸看呢，应该先把你这个小脑袋瓜治治，别给我添乱了，真是。那我要能治，我还找你。我做饭。我是一个孤儿，你知道的。我从小就是一个人孤苦伶仃的。我想认你当姐姐，可以吗？后退！如果白明翰真有问题，就算白慧是清白的，恐怕也会有麻烦。可以啊，不愧是神枪手啊！哎，队长，咱俩试试。哎，我就算了吧。别呀，
来都来了，别扫兴啊！你看，前面那俩，我负责右边的。可以啊，红梅。队长，请。那行吧。哎呀，队长，你这最近缺练啊？这2根麻绳倒是挺结实啊。红梅，你自己看看，队长打的是哪根麻绳？要不是那根麻绳丝的话，这瓶子早就掉了。到底啊，还是打偏了。厉害啊！队长，是我草率了。张局，你说他一个特务，咱们给的医疗条件是不是太好了？给他送进监狱得了，真浪费我们钱。夏院长啊，这个人对我们很重要，必须要让他醒过来。肖院长，这都3天了，还要等多久他才能醒啊？哎呀，这个还真不好说，还得看他颅内血块的变化情况，说不定啊，真的就醒不过来了。那要这样的话，要不要请市里的专家来会诊一下？如果真的需要的话，我看还是请省里的专家来看一下吧。那先观察一段时间吧。省城路途遥远，我怕再出什么意外。陆成，这样，回头做个牌子提醒一下，这一片的病房，闲杂人等不得靠近。好。一片白云，又一片白云，无休止的向我扑来，如梨花微雨，发丝缠谋拂在我的脸上，让我心醉神忘。队长，你刚才那枪不会把童明打坏了吧？你喝了，肉不肉麻呀？谁写的呀？这都是人家写的诗，我请教过了，这叫浪漫主义。是谁写的？陆成。谁？陆秘书。陆成。队长啊，让我查查陆秘书，结果人家呢是根正苗红的革命烈士子女，大学毕业，你看人字写的多好，文采也好，这都是他写的。写这么肉麻，他这是看上谁了？对呀，写给谁的？你知道吗？我不知道。你知道吗？我也不知道啊。你知道？你猜？真没劲。哎，红梅姐，百惠，我问过我爸了，他说他不敢保证治好。我觉得他就是有顾虑，所以才说不敢来治。是不是因为之前调查的事生气了？那倒不是，他说这人脑袋万一治坏了怎么办？我觉得吧，他就是怕担责任。我是真劝不动他了。没事，先吃饭。我知道了。陆秘书，哎，季专家，专家是看去看那边啊。没事，我跟你商量点事儿。我看了咱们厂的扩建图纸，13号是预留挖水池，我们核算了一下，面积还不够。16号那块地我们能征用吗？16号地，16号地要做一个专家休息区，我现在马上要动工了。先别开工，现在修建大水池才是最重要的。大水池干什么用啊？模拟实验水池，这个潜艇和船舶在设计初期，你不能造一艘真的船，然后呢反复修改。有了这个水池呢，我们可以通过反复的模拟实验，然后来反复论证，得到关键性数据。聊什么呢？聊实验水池呢。哎，陆秘书，我有点事儿要跟他说。啊，行，那你们聊啊。谢谢。哎，你跟陆秘书聊这水池有多深？30-50米吧，可能还不够。我不是这意思。什么意思啊？你这脑子里能不能时刻把保密给我记在心上？哎，不是，你不说这1对1保卫已经结束了吗？你干嘛总盯着我呀？我保护的是专家组，你是专家组的成员，有问题吗？哎，陈队长。哎，吃着呢。跟您报备一下，
今天下午我要出场实地考察，你找个人跟着我呗。好，没问题。这下午呢，你们谁同季专家一起去一趟？红梅去啊？我吃饱了。泡妹就行。走，打饭去。你干嘛非让我跟你去啊？不是我，你们专项组安排的。啊？啊什么啊？开门啊！陈东升都已经说了，就是你点的酱。是吗？我怎么不记得了？装什么傻？你测好了没有？啊？你站这么近，我怎么测呀？往那儿去。往哪儿跑？往前200米。200米？不是，那你不能离开我视线啊！我还能去哪儿啊？你赶紧跑吧。怎么跑？直线跑？直线跑，加速跑。这里。再往前。白明翰。是，他的医术我们了解过了，的确有独到之处。但是对于他的历史背景呢，我们一直抱有怀疑。但是红梅还是想请他参与张阿水的治疗。我觉得可以试一下，不过在治疗的时候，你们一定要守在他身边。是。对了，李光明怎么样？现在还在厂医院接受治疗，估计得养一阵子。你对李光明在这次抓捕行动中的表现怎么看？说实话，我还没想好，还需要观察。再往前跑。还往前？跑。哎，庞官，你怎么来这儿了？季专家让我来测反射波。反射波？这附近没有建筑，哪来的反射波？不知道啊，他让我拿这个仪器来测的。这个是测等高线的，跟反射波有什么关系啊？季大阳！啊！怎么了？熄火了。熄火了？那个什么，你下去推一下车。推车？季专家，咱们离回去还有一段路呢，麻烦您下去推一下车呗，您看行吗？谢谢啊。谢谢啊。我让你戏弄我。哎，用劲儿啊！好了吗？你用没用劲儿啊？啊，行不行啊？又是你啊？他什么时候能行？我是护士，又不是医生。你这次准备在他脸上画什么？我已经很深刻的吸取教训，并且反思了。没那么严重吧？上次，你帮我擦的。我是怕你被你们葛主任发现，这叫大事不迷，小事不拘。其实，你画的还挺有意思的。真的？
又怎么了？完了，完了，真坏了，这回是真坏了。真坏了？不是，什么叫真坏了？刚才假坏了。彭梅同志，请你给我解释清楚，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谁让你先戏弄我的？那山上都没有建筑，哪来的反射波？让我一趟趟的跑，逗我玩呢？那山上真有反射波，而且我还要测距。你就编，你就接着编。简直不可理喻！侦测反射波？你以为呢？哼，那就是误会了，误会了啊，误会了。要推车你推，我不推。不是，现在这个情况，咱俩谁推都没用。哎，这样。现在从这儿往回走10多公里路，咱们先走回去，然后找人来拖车，好吧？走回去？10几公里啊！累死你得了！要走你走，我不走。哎，季专家，不是，这是你选的地儿，你嫌远。修建实验水池本身就要离沱江近，这样方便取水，懂不懂啊你？啊，我不生气。能够监测到离电台的位置吗？我们刚刚锁定这个信号，还要长期监听，需要电侦车的配合，才能找到具体位置。好，我来想办法。好，主任，张阿水已被中共逮捕。怎么还会慢了半拍？所幸他现在大脑受伤，恐怕很难醒过来。我告诉你，我们现在的工作绝对不能把希望寄托在恐怕、如果上。叶霞到国外了吗？这2天就应该到了。我告诉你，我们那些海外的同行是真的靠不住。越是重要的成果，他越是不会跟我们分享。但是对岸能得到的东西，我也要得到。我相信安文山的研究成果，他自己一定会有备份。属下明白，我这就叮嘱叶霞，一定拿到情报。快点啊！快点！啊，不行了，不行了，不行了！啊！不行了，不行了！怎么了？咱们还是找个村子，打电话让厂里来接咱们吧。设备太沉了。这儿找不着村子，咱都走了一大半了，再坚持坚持。要坚持你坚持，你就让我歇会儿。一张一弛方有序。哎，在那儿，歇会儿，歇会儿。那就再歇5分钟。哎呀！看我干嘛？我在想，你如果不当公安的话，会是个怎样的女人？唉，那你要是不研究数学，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男人呢？我要是不研究数学，那我的一生估计将会毫无乐趣，甚至说毫无价值。我就真不明白了，就这数学里里外外就那10个数，有什么乐趣？搞不懂。你当然不懂了。我早已经决定，把我的一生都奉献给数学了。哎，你想没想过当地质学家？你看啊，就今天你在工地上测量数据的时候，你别说，我觉得还挺像那么回事儿。像怎么回事啊？说你这人无趣。当男人跟大山站在一起的时候，就特迷人。哎，太迷人了。怎么了？王红梅，干嘛？着凉了，
发烧了吧你？你这人怎么听不懂好赖话呀？没法跟你沟通交流。车来了。哎，庞管，这么晚了，你们怎么在这儿？我们车坏前面了。哎呦，这公安同志？对啊。哦，那刚才我看那辆老嘎斯是你们扔的，是没油了吗？不是没有了，可能我估计是发动机的问题。不是，那车啊，我了解，那车发动机不容易出问题。你回头啊，小伙子，你看一下那个电瓶或者是汽油泵，你检查一下。他不懂，我开的。哎呦，女同志会开车了不起啊！你们这是去？啊，我们是去仪器厂，这不给仪器厂扩建送一批零件吗？这么巧，那走吧。哦，你们也去仪器厂啊？走，我送你们，送你们，走。来。最近呢，仪器厂扩建，我们市运输队啊，天天就围着仪器厂转。这我听说后面这车拉的全是精密仪器。我能参与到这个仪器厂的大工程这个扩建啊，我也算是光荣吧。对了，赖师傅啊，我听说你们车队前2天有一位叫肖师傅的，是不是被人把车劫了？啊，对，人没事吧？哎呀，这人养伤呢，毕竟后脑勺挨了一下子，命差点都没了。你说这帮狗头，下手真够黑的。哎，你们俩坐好啊，这段路可不好走。我看您这开车技术，没10年也下不来。哎呦，厉害了啊！果然是公安同志，眼睛尖啊。我这啊，大概是解放前半年吧，啊，我被国民党抓了壮丁了。那谁想打仗啊？跑又跑不了。我一看啊，我就当个汽车兵吧。咱们卢蒙解放之后啊，我就分到了市运输队。你看，真是摸了小10年的车了啊！您是龙门本地人？是呢，我是本地的。这位小同志看起来啊，不是个技术员，就是个专家。您怎么看出来的？你看他长的样子，细皮嫩肉，白白嫩嫩，斯斯文文的。卢门有几个这样的人呐，对不对？不过话说回来了啊，像你这样的知识分子啊，真的是人中龙凤啊，百里挑一。师傅，您过誉了，我就是个普通的技术员，还谦虚呢。成家没得？没得。我跟你说啊，我们卢门的幺妹啊，是个顶个的温柔漂亮。你努把力啊，争取当一个我们卢门的女婿啊！借您吉言。哎，老姜，你那边有什么发现吗？从枪伤到再负伤，这期间时间很短，没有什么异常。哦，去了一次河堤路，不过没有遇到什么人。好，明白了，谢谢你啊，老姜。队长，哟，回来了。你这去一趟工地需要这么久啊？别提了，车坏半道了，刚让丁杰去修，能不能申请一下，给专项组来辆好点的车？这已经是咱们专项组最好的车了啊！对了，张局已经批准白明翰给张阿水治疗。什么？真让他治啊？这不是你提的建议吗？不是，我那就随口一说，那要治坏了算谁的？哎呀，这该用的办法都用了啊，说不定这白明翰还真有办法。给你个任务，去请白明翰。我请？为什么？为什么不能是你请？不是，你这有点强人所难吧？你要真的觉得有难度，我倒是给你个建议，你呢，带上鸡丹阳，说不定会显得自然一点。哼，我才不带的。鸡丹阳，怎么，车又坏了？在厂里还想让我帮你推车啊？不用，我今天呢是专程来给你表达歉意的。有事说事。出去透透气。哟，哎呀，瞧你这一脸别有用心的样子。干嘛呢？
我不去。出场都没兴趣？你不平时最爱往外跑吗？我陪你到河堤路逛逛，然后再吃点小吃。是啊，我平时那么喜欢往外跑，你都拦着，今天怎么就这么主动要带我出去了？您这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啊！有事说事，喊我请你出去透透气，假不假啊你？那我直说了，说，陪我去找一趟白大夫，我要看病。你病了？哈哈，你们是为那个特务的事儿来找我的吧？我们家小慧啊，一直在求我，我就知道你们肯定会来找我的。白大夫，嗯，那个特务牵扯到很多关键的案情，特别重要，只有您有可能给他治好，所以您就帮帮我们吧。哎呦，我不是不帮，那么多专业的医生都没有办法，我这么一个江湖郎中，那你说我能有什么好办法吗？叔，您的医术别人不了解，我还不了解吗？您要是江湖郎中，那全卢门没大夫了。你又在夸大，啊，就是，都说偏方治大病，您是高人。哎呦，行了，你们两个别害我了，我呀，真的就是江湖郎中，我不是拒绝，我是真的不行。爸，只要你答应呢，我今晚呀就给你多炒几个菜，我还给你买酒。哎，你们看看，这还像我女儿吗？专门害爸爸呀！爸，红梅姐的事就是我的事儿，那就这么定了啊！我去做饭。红梅姐寄专家，也让你们尝尝我的手艺。好啊，你看看，我去给你打下手。来吧。白大夫，您是不是因为之前我们对您的问询，所以心里有点成见？哎呀，没有什么成见。特务的这个事情啊，小慧她不懂，她不知道这个里面的严重性。你说我要是真的给治不好，这个后果是很严重的。什么后果？你这鸡块打算怎么做啊？你现在吃辣怎么样？还行吧。我是说有点辣的那种。能比你那辣酱还辣呀？差不多，行吗？行，没问题。那我就做个香辣鸡，香辣鸡特别好吃。好。跟你说吧，轻的失忆、失明，重则就毙命了。到时候我就是100张嘴，我说不清啊。不瞒您说，我们现在也没别的办法了，您就帮帮我们吧。你是在赌了？更是信任。韩国啊，能得到你们的信任，这也是我挺光荣的事情。那看来我只有从命了。您这是答应了？那我能怎么办呢？我尽力，好不好？谢谢您。我尽力。哎，你坐。上次你说你父亲是烈士，是。那你母亲呢？我母亲也牺牲了，比我父亲还早2年。她是在挺进大别山的时候牺牲的。哎呀，还是和平年代好啊！你的命运呢，跟我们家小慧很相像。难怪她对你那么亲呢。白大夫，您是老卢门人。这没错。我老师说，我父亲当时就牺牲在卢门，就在解放前夕，说不定您听过他的名字，叫庞世钊。庞世钊，时间太久了，记得不太清了。您不是说您解放前给很多人都看过病，说不定给他看过呢？您再想想。想不起来了。也许我们还真的见过呢，但是说不准。你现在还能记得你父母当年的样子吗？记得。对了，我听说呀，在解放前夕，我们卢门呢，确实发生了一起惨案。国民党在撤退的时候啊，秘密的
杀害了一批共产党。也许你的父亲也在其中吧？在什么地方？我只是听说。要不要尝一块？好啊。来，小心烫，怎么样？好吃。我爸也好这口，从来没做失败过。不行，我得去跟彭红梅说，隔三差五买点食材过来，改善伙食。让他侧下身吧。不会出什么问题吧？你要相信你的判断，用人不疑，疑人不用，对吧？哎，队长，红梅，你们干什么呢？你的伤还没好，怎么下来了？总在房里闷着，太无聊了，出来走走。白大夫怎么在这儿？好，白大夫正在给张阿水治疗，说是有可能让他醒过来。啊，是吗？爸，我去拿牌。好好好。来了。哎，这出来了。国明，你的腿怎么样了？好多了。白大夫，怎么样？淤血已经排出来了，什么时候醒这得看他的造化了。我估计要醒也就这1、2天吧。如果不醒，咱们再想办法，好不好？谢谢您。谢谢白大夫。那你们忙着，我先回去了。小慧，好好上班。爸，我送你。好，那再见啊，再见。执勤呢？李科长，你怎么样了？那回那怎么样？醒了吗？还没有。这个混蛋把我害成这样，我进去看看。李科长，他醒了吗？没有，还那个样。那我先出去了，李科长。哎，行嘞，辛苦了啊。魏公安，这儿有封信给患者。来，我看。好，行，交给陈队长看一下。好。李科长，你身子还没恢复，早点回去休息吧。行。啊，对了，等他醒了，你一定要告诉我，看我怎么收拾他。走了。好。你说什么？喂，专项组。什么？张阿水醒了？好。
你知道你昏迷的这些天，有多少人在外头享福，又有多少人想杀你？我想你应该知道我说的是谁。现在路在你脚下，怎么选，自己定。张阿水，你应该非常清楚，你现在就是他们的一颗弃子。弃子，你懂吗？拖着有什么意义呢？我知道，我是个弃子，但是只要我什么都不说，他们就不会放弃我。你是说雪狼，还是壁虎？磐石行动一定会成功，你们也别想造成前提。我问你，这是什么钥匙？你们是公安，查呀！老师，看来敌人已经对我们的水地工程展开了周密的布局计划。应该是从季丹阳到香港的时候，不对，应该更早。草蛇灰线，浮木千里。这个有这么周密布局的人，我想我应该猜到他是谁了。勇敢的理由，在你的眼眸，相对不用说出口一样的感受。无论去哪，结伴出发，执着于沉默表达，汇聚成铁流，先共赴同舟，青春中化成星斗，温暖在心头。那片静悄的山崖，长满了白花。和风沙。